文化新眼界來看國家文藝獎，今仔日是舉辦第24屆頒獎典禮。這回是由歌戲國寶王金英等7位藝文工作者得獎。總統賴清德出席典禮，強調講文化甲藝術決定咱這塊島靈魂的深度，也表示講政府會繼續守護自由多元的創作環境。文化若要傳承，是靠大家攏愛鬥陣來。歌戲國寶王金英用念唱的方式唱出感言。王金英是第24屆國家文藝獎得獎者之一，這個獎是國家級的重要獎項。王金英為6歲就開始接觸歌戲，到達已經超過70檔。伊講歌戲這條路真艱苦，會堅持繼續做，都是希望台灣文化袂失傳。我一世人的經歷70多年啊，我攏隨時佇咧拍拼。攏無想講當時要退休。第24屆國家文藝獎第8個舉辦頒獎典禮。國家文藝獎是台灣藝文界上懸的榮耀，為1997年設立，每2年頒一擺，獎勵藝術成就出色的藝文工作者。大個得獎者攏會當摕到100萬，包括歌戲國寶王金英，攏總有7個得獎者，還有作家吳明益、藝術家李在鉗、國樂作曲家羅良輝、編舞家林文忠、建築家簡學基。有長期關心性別、弱勢、原住民議題的導演吳坎平，覺得能夠透過一種戲劇的方式，能夠潛移默化的讓大家能夠認同我們生長的這一塊土地。導演講，希望透過戲劇，讓大家人認同咱的土地。總統賴清德嘛承諾，政府會繼續替台灣藝術文化頂緊，守護自由、多元、開放的創作環境。文化與藝術就決定了這座島嶼靈魂的深度，社會的繁榮發展會隨着時代更迭，但唯有藝術創作者的作品能夠超越時空，成為台灣永恆的印記。總統講，國家文藝獎唔但是要肯定藝文工作者長期的打拼，嘛要鼓勵主持人繼續投入創作，讓台灣文化走向世界。記者郭金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